Samaritan 撒瑪利亞。我覺得自己有能力去感染一個想死嘅人咧，就唔好死。咁我就於是乎咧就報名就去成為呢度嘅義工咯。講起撒瑪利亞會，大家自然就會諗起佢嘅防止自殺熱線，而阿 May 就係呢度嘅義工，會幫手接聽電話嘅佢，13年嚟接觸過無數遊走喺生死邊緣嘅人。聖誕啊、情人節啊，我都去當更嘅。半夜嘅時候嗰啲來電咧，我自己覺得係最真咯。我曾經試過係2-3個鐘頭一個電話嘅。用寶貴嘅節日時間，甚至捱夜去接聽陌生人嘅電話，有呢一份堅持，源於自己都試過有朋友因為自殺而失去性命。即係我哋成日都同人哋講，咁使唔使死啊？咁呢啲咁嘅説話啦，咁我亦都覺得我朋友佢嗰陣時係冇任何嘅先兆，但係當然咧佢係遇到好多挫折啦，咁所以佢就選擇咗呢條路。咁當嗰陣時對我嚟講個震撼好大嘅。你打電話你咪冇事咯，你揾我咪得咯。咁嗰陣時係有少少自責嘅，佢生日你就會諗起佢咯。即係呢個就都要經歷幾年先至覺得冇嗰種遺憾。帶住對死去朋友嘅愧疚，阿 May 接受訓練之後成為撒瑪利亞會嘅義工，慢慢咁佢對自殺亦都有另一種睇法。嗰陣時嗱，你諗啊，自殺咧，通常啲人咧就會話你嘥晒阿爸阿媽啲米飯錢噶嘛。自殺唔係單一嘅原因嘅，其實係一個人咧遇到嘅唔開心、遇到嘅困惑、矛盾，佢哋遇到一啲根本佢承受唔到嘅，所以佢選擇呢條路徑。咁佢係咪聽落已經唔係一個傻啦？其實有自殺念頭唔係一件唔啱嘅事，而係你點去將嗰件事，譬如你同你身邊嘅人，你信得個人講，你越去講同嗰個人去傾呢，其實唔會更加催促佢去自殺嘅。阿 May 相信要安慰到想自殺嘅人，就更加唔可以逃避自殺呢個字眼。佢同義工更加會將自殺掛喺口邊，希望令到求助者知道有人明白佢哋嘅感受。有一個問題一定會問嘅，你有冇諗過死？係呢句説話，如果你擺個位係啱呢，咁嗰個來電者會覺得好舒服，咁佢就會將自己內心嗰種感受講晒俾你聽。當然咧，唔係推佢去諗去自殺呢樣嘢，而係話俾佢聽，其實我洞悉到呢件事，我明白你而家內心嘅感受。喺撒瑪利亞會能夠好似阿 May 咁樣堅持做10年以上義工嘅人並唔多，只係因為工作時所背負嘅壓力，並唔係外行人可以想像得到。其實你承載好多唔開心嘅嘢，咁所以你好想放棄，因為你覺得其實你每日嘅生活你已經咁重啦，咁你翻嚟又要再聽一啲好沉重嘅嘢，其實初做係唔慣嘅，咁人哋喊，我咪一齊喊咯。我記得我整整用咗1幾2年嘅時間先調整到咯。我覺得自己裝咗啲咩呢？就係裝咗好多人嘅眼淚咯。但係我覺得但係嗰樣嘢係有意思嘅，同埋就係正為咁樣，我先可以繼續行落去咯。就係咁，阿 May 堅持咗13年。佢粗略估計，10個來電當中，其實有7個係要情緒支援多於危急狀況。佢認為係同社會高壓嘅氣氛有關。社會嗰個謾罵嘅聲音太犀利，嗰個批判啊，嗰個互相唔尊重嘅情況出現得太多，所以好多人就因為咁嘅情緒受到牽動。好多時候我哋好多唔開心嘅情緒係將佢撳低咗，因為呢好多人話俾你聽有負面情緒係唔啱，但係其實唔係咯。阿 May 認為呢種社會氣氛亦都直接令到青少年承受巨大嘅壓力，繼而可能令佢哋走上自殺嘅絕路。因為社會上嘅人對青少年嘅期望呢係大咗好多。例如一個青年人一定要有用嘅，有啲學生揀選科嘅時候，好多時候嗰啲大人都會話揾唔到食嘅喎，咁樣咁，但係咁啊呢個批判咪形成佢哋覺得我將來我一定揾唔到食㗎啦，咁就唔好啦，咁就即係我冇用啦。於是撒瑪利亞會喺2010年走入校園，招募中學生成為守望者，希望佢哋可以一齊闖過難關。已經就讀大學嘅 Herman 就係其中一個守望者。
聆聽，聽佢講，俾佢個渠道平台去分享翻自己嘅經歷，講啲好簡單表面嘅嘢，或者講一啲好初步，佢已經好明白了解到你。喂，我都係咁樣啦，但係唔緊要啊，我哋一齊努力啲去做翻好佢，我哋一齊去應付呢個難關。預防青少年自殺，朋輩之間嘅支持固然重要，但係阿 May 認為學校處理青少年情緒嘅手法，亦都需要反思。我自己寄語俾學校嘅就係，其實你想我哋嘅下一代好呢，俾一啲空間，俾一啲空間佢係非常之重要。其實自殺呢樣嘢，你俾佢早啲去知呢，我希望預防到佢發生。我哋社會一定要投放多啲資源呢，俾多啲青少年呢認識自己、認識情緒呢樣嘢咯。無論點都好，聽咗先。我唔會咁快脆俾好多唔同嘅意見俾佢哋嘅，因為佢唔係要活出我嗰套啊嘛，佢要自己去諗去生活，自己去揾自己要行嘅路。